嗱，一連7日嘅10黃金週就展開咗。咁啊，過去咧嗰次喺黃金週之前咧，零售股都會炒上嘅。咁但係今時今日咧，有歐債問題，亦都有溫州民間借貸爆煲啦。市場反而要憂慮就係一場嘅中國式嘅次按危機會唔會爆發。所以我哋見到咧呢1-2個月嘅零售股咧，唔單止冇升啊，就好似出現咧洗倉式下瀉嘅。咁究竟今年嘅黃金週係咪真係同往年爭咁遠呢？呢一節咧，我哋除咗有李 Sir 之外咧，亦都請嚟有廣發證券資產管理董事金家華金生咧，同我哋一齊傾傾呢啲股份嘅投資前景嘅。金生你好，你好。嗱，先講下即係黃金週嗰個情況。如果從人流方面去睇咧，其實咧今年即係進出香港嘅人流仲反而多咗㗎。入境處睇就話，有560萬人喺呢段時間咧就會進出香港，比舊年係多10幾個%嘅。旅發局亦都預計即係單係內地旅客有70萬人次嘅。咁但係咧喺呢段時間，我哋見到啲股價跌得咁緊要，會唔會因為即係今次嘅黃金週嘅威力已經減退啦？隨住咧而家啲假期分散咗咧，可能內地遊客嗰個消費能力已經係薄弱咗咧。消費能力其實就我覺得就冇改變到嘅，即係其實你若果去一啲名店嘅地區嗰度睇咧，其實都嗰個消費能力仍然係非常之強勁。咁過去一個禮拜，其實我都喺國內有啲工作要翻嚟，咁我自己親身體驗咧就係越近呢個國慶節前嘅幾日咧，嚟香港嘅機票係全部滿晒，即係由國內嚟香港直飛嘅機票全部滿晒。咁我自己都要經深圳翻嚟香港。咁同機嘅乘客咧，大部分都係嚟香港旅遊，或者係去第二啲地方去消費。咁即係佢哋啲心情完全都係非常之高漲。一家大細好開心，佢好 expect 呢一個長假期。咁所以我就睇唔到有任何即係暫時有任何跡象，佢哋嗰個消費能力係會突然間有一個好大嘅改變。咁所以我覺得對今次呢一個黃金週呢個消費呢個影響力，我覺得就暫時睇唔到有何大嘅轉變咯。嗱，人流上就冇改變啦，亦都係即係個假期嘅氣氛啊、心情都冇改變。但係個消費模式會唔會改變咧？嗱，以往黃金週我哋就話真係炒起啲珠寶啊，或者係首飾嘅股份，或者啲賭業股啦。係咪呢幾樣就係佢哋集中會喺假期11黃金週做嘅活動咧？其實嗰個消費模式都仍然係冇變到嘅，都係珠寶、手錶同埋其他一啲嘅比較名牌嘅品牌嘅產品。咁你見到真係喺啲旺區嗰度咧，仍然都係排隊去入呢啲咁嘅旗艦店嗰度去消費。咁至於個股價點解近期係即係有一個咁大嘅沽壓咧？主要都係外圍嗰個投資氣氛啦，同埋投資者嗰個避險嘅情緒係比較相對高咗。咁呢一類型嘅股票喺上半年其實都已經係有一個比較大嘅漲幅嘅。咁所以即係去到呢啲環境，基金可能有一個贖回嗰個壓力，或者其他基金經理有一個比較高啲嘅避險情緒咧。咁第一時間就會係對呢一類型嘅股份會有相應一個嘅沽壓喺度嘅。會唔會因為最簡單就係因為佢哋個市盈率嘅 P/E 太高咧？即係而家雖然話好多啲預測市盈率都跌到去10倍樓下啦，咁但係其實係因為呢啲係之前做嘅預測市盈率啦。咁啊嚟緊個市盈呢個會唔會已經係唔準確嘅咧？其實近期我哋同呢類型嘅公司嘅管理層去溝通過咧，其實就基本因素都冇一個好大嘅轉變。我個同店銷售啊，或者係我個每一單嗰個金額咧，都唔係話即係往下即係改變得好犀利。咁另外一個部分就係即係個成本嗰方面啦。咁其實就成本個結構都冇一個大嘅轉變。咁所以其實嗰個沽壓，我相信都係喺嗰個投資嘅氣氛嗰方面為一個主導。阿李 Sir 又認唔認同？係咪純粹一個投資氣氛，所以影響到呢啲零售股跌得咁犀利咧？嗱，暫時睇啲數據，又或者係金生佢即係親身去睇嘅時候，會覺得消費模式啊、人流冇改變啦。咁但係租金成本啊，又或者係擺翻呢堆股份喺個股票市場嚟講，其實佢哋都係之前升得最厲害嘅股份嚟嘅。係咪就因為咁樣，所以被洗倉洗得咁厲害咧？咁如果你睇翻起上嚟租金嚟講咧，睇下你賣乜嘢啦。如果你話賣鹹脆花生嘅，
加少少租都好貴嘅。但係問題，如果你賣呢個珠寶嘅時間咧，咁我可以話俾你聽啦，唔係一個問題嚟嘅。因為點解咧？咁樣加少少上去嘅時間咧，都已經係即係話俾你聽咧，係已經可以頂得順啦。佢係即係啲個珠寶啊成啊咁嚟香港買嘢嘅，買珠寶嘅，但係買金銀嘅，買呢個係即係話咧係呢啲咁嘅人內地嘅呢個旅客咧，好重要睇咧。第一，貨真價實，第二睇設計，設計嚟講咧係即係話咧係非常之新款嘅。咁嚟香港買嘢嘅時候拎翻上去呢個內地裏邊拼一拼，哇！馬上已經係即係真高下立見功夫。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就珠寶啊、鐘錶呢啲咁嘅企業咧，佢哋如果喺香港裏邊咧租加冇所謂㗎，加貴啲咯，你咪嚟賣咯咁。咁喺呢方面嚟講咧，我哋可以睇到咧，譬如好似話呢個係即係六福咁啊，即係講緊係到3月底為止嘅嗰個係即係嗰個係即係毛利率嚟講咧，都有成23.7%㗎。咁啊減跌少少，跌0.3個百分點，即係話俾你聽咧，即係一樣嘢咧就貴賣嘅行業咧就唔驚嘅。咁啊，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咧，即係話嚟，如果你睇翻起上嚟係就係話係整體上面我都同意阿金生所講嘅一樣嘢咧，就係話呢個珠寶啊，呢個電器嗰個係即係好嘅。嗱，我哋睇翻個零售嗰方面嚟講咧，就係話咧最大喺呢個係增長係7、8月份咧係個雜項嘅內容消費品咧按年增長8.4%嘅。咁啊電器同埋呢個即係攝影器材咧就增長7.3%。咁啊再落翻嚟咧珠寶、金飾同埋鐘錶呢個貴重嘅禮品咧增長3.7%。其餘嗰啲冚唪唥都係香港人買嘅，呢啲就應該大部分係呢個內地客嚟買嘅。香港人會唔會話日日都走去買珠寶、金銀珠寶咧？冇咁發達噶嘛。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咧，揀股如果你話揀一個零售股份、黃金周嘅零售股份嚟講咧，呢幾個行業睇得晒。但係問題，如果你話睇翻耐用品嘅時間，可以嘅業務嚟講咧，都仲係講緊係喺呢個內地為主嘅。咁所以如果揀翻起上嚟，揀黃金周嚟香港旅遊嘅，又攞翻合翻呢個主題嚟講咧，咁啊呢個係即係話咧，正話講個六福啦，六福講緊係即係話咧係佢嘅營業額係增長50%。而個純利增長6.3%，咁啊仲有一隻好得意嘅，大家可以係留意下咧，同金銀珠寶有關係嘅億鑽，咁啊475呢隻股份咧係即係講緊係話咧，佢係做設計同埋做呢個珠寶嘅，咁所以咧珠寶行業好咧，佢嘅業績都好。啱啱3月份即係到為止嘅，講緊佢嗰個係即係年度嘅呢個利潤咧，增長成超過1倍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咧，金銀珠寶嘅同埋呢個手錶嘅行業嚟講咧，係我覺得係值得係留意嘅。你哋都相同嘅睇法，就係覺得如果即係啲遊客佢保持到一個消費能力咧，其實啲股份咧就唔應該受到影響嘅。咁但係而家嚟緊咧，仲有一個大啲嘅浪會影響到呢啲股份咧，就係話當內地收緊銀根啦，又爆發埋信貸危機嘅時候，會唔會嚟香港嘅投資消費錢咧相應減少咧？嗱，暫時黃金週就未特別睇到呢個現象啦。黃金週之後又會係點咧？嗱，如果個經濟真係放緩咧，我哋睇翻08年海嘯嘅情況，其實呢啲消費類股份咧一樣有影響嘅。咁啊，當時喺08年嘅時候，上半年仲講緊可以增長2成幾，到下半年嘅時候咧，其實個增長得4%。咁如果我哋睇埋呢個係除稅息前嗰個盈利咧，個 EBIT 嗰個影響咧，你睇全部都係受影響嘅，其中比較厲害就係東方錶行同埋周生生，就即係話，如果個經濟真係計入呢個衰退嘅潛在風險咧，呢啲股份可以跌得好犀利嘅，會唔會解釋到點解而家個股價係跑先咗先啊？金生，其實好似我頭先咁講啦，就係嗰個預期同埋嗰個避險嘅情緒咧，係即係而家主要係主導呢類型股份嗰個股價嗰個上落，咁近期嚟講，應該就係嗰個避險情緒同埋嗰個資金嗰個基金贖回嗰個情況係比較緊要啲，咁所以就呢一類型股份，因為之前上半年已經上咗去啦，咁喺呢個8月份之後就嗰個沽壓係比較係明顯係出咗嚟嘅。嗱，除咗呢啲珠寶零售股咧，要講埋嗰啲澳門賭業股咧，同樣都跌得緊要嘅。下晝就有個消息嘅，就係話內地居民咧去澳門嘅簽證可能有新嘅限制措施，咁啊澳門咧就快就亦都會出呢個最新嘅博彩收入，預計咧就見咗高位啦。會唔會喺呢啲原因咧，就令到啲澳門賭業股跌得咁緊要？佢哋係咪同樣都係應該有黃金周概念，到而家都係冇晒？係咪都係一個理由，就係貴得滯咧？金生，如果講個估值方面咧，其實一
系列嘅呢個澳門賭業股咧，其實都有貴有平。咁你見到有啲龍頭股今日都已經都跌咗超過18%，咁所以即係呢個今日呢一個沽壓主要都係嗰個避險嗰方面為主導咯。咁但係嗰個政策嘅改變咧，亦都會即係相對係對未來嗰個增長有一個比較大嘅一個 impact 喺度。咁所以其實都要留意翻，即係未來嗰個政策，即係對澳門嗰個人流啊嗰個政策，會唔會有啲真係好實質性嘅改變咯？如果係冇呢一方面嘅真係改變嗰個政策啊，咁其實你睇到過去嗰一個禮拜打風都有成幾百人喺碼頭嗰度等緊要過澳門嘅，咁即係佢哋嘅情緒，即係佢哋嗰個偏好都係想係去澳門去觀光啊，或者係去做即係博彩下嘅，咁就所以即係如果個政策係冇一個好實質性嘅改變，我覺得即係嗰個增長都仲喺度嘅。咁啊，黎 Sir 又覺得即係呢個澳門賭業股今日嗰個跌法會唔會係短暫嘅傳聞呢？俾你揀嘅時候，你覺得賭業股而家跌到去之前嗰啲好似支持位嘅時候，值唔值得去搏呢？咁如果你睇翻起上嚟，賭業股跌嘅時間係啲基金咧，佢係洗倉㗎。板洗嘅，咁啊即係變咗咧，你就變咗好難係講話我賭業股咧係一個避險，而係好多板喺度內房啊、內銀啊，冚唪唥都係。如果你講話有政策嘅影響嘅時間，咁會點揀呢個澳門嘅賭業股咧？咁最重要一樣嘢咧，就要睇翻咧係如果好多人湧落嚟嘅人係少咗啦，咁但係問題咧要睇下邊啲豪客啦。豪客就要睇貴賓台，貴賓台嗰方面嚟講咧，睇呢個澳博咧係相之大啦。因為點解咧？佔佢咧即係今年上半年嘅營業額啲266億啦，咁啊佔佢即係整體營業額嘅比重咧係7成嘅。咁純利亦都係相當之高嘅。咁所以可以睇得到啦。如果內地客真係受政策影響落嚟去澳門簽證少咗嘅時間咧，中場一定受影響啦，國子機一定受影響啦，豪賭客傻嘅你都一下唔覺意話，呢個月嚟只係準嚟2次啫喎，豪賭啲兩個禮拜嘅嘢。執埋一日去賭埋佢，咁其實嚟講咧，即係如果揀澳門賭業股咧，係有政策影響嘅時間咧，少啲人去澳門嘅時間咧，我覺得咧係有呢個貴賓台為主嘅業務嘅呢個豪賭股咧係值得去睇。咁啊，如果你睇翻起上嚟用呢個咁嘅概念，我睇翻澳博跌得咁犀利。跌定嘅時間再買未遲㗎。咁啊，最後問埋阿金生啦，會唔會建議大家咩時候先吸納呢啲澳門賭業股咧？而家跌咗咁多，或者一啲珠寶啊、零售股，你建議大家應該幾時先至好買入咧？其實如果個投資氣氛係翻去正常嘅情況下咧，呢兩個板塊都係值得去留意下嘅，因為始終嗰個增長係相比其他嘅製造業啊或者其他出口為主嘅板塊咧係相應嗰個增長係快好多。咁另外就係因為始終呢啲公司嗰個現金流都相對係強，咁即係其實喺嗰個投資氣氛翻去正常嘅情況底下，都可以係個別去考慮一啲比較嗰個質素比較好嘅公司去投資。好啊，好多謝金生俾我哋意見啊。金家華咧就係嚟自廣發證券，咁啊同我哋一齊傾咗呢啲11黃金週相關概念嘅股份，似乎呢一輪咧就都係要洗倉，因為太過貴，市況唔就嚇。咁啊同兩位傾到呢一度啦。咁啊轉頭翻嚟咧，我哋有股市脈搏嘅環節。資訊娛樂搶點報導，綜藝節目。